大家好。我最近都一直支持马耀参选的行动。那有一些朋友问我说：“你对原住民议题了解多少？你凭什么支持马耀？”我必须很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对原住民议题了解真的不太多，过去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。但是我知道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国家真的对不起原住民。第2件事情是，我认识马耀比后这个人，他是我看过最温暖、最真诚、最可爱、最有理想、最有坚持的人。看见他今天早上是怎么样被警察拖走在公司门口的。前一天礼拜4的时候，周4的时候，我们一些文化界的朋友有一个机会可以跟3党总统候选人对话，他们提出他们的文化政策。可是那一天我自己觉得心情很复杂。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幸运，让3党候选人跟我们对话。可是就在同一天的早上，我想大家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同一天早上，原住民的朋友开记者会说，为什么今天下午的公民提问排除了原住民？所以那天我自己心情是非常的难过。那我们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就想说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在那个场合谈文化政治场合，能够带到一些关于原住民议题，能够带到一些关于前2天立法院强行通过土地征收法的议题。那我自己在作为主持人，我在最后结尾的时候，我说，我必须承认，今天我们的问题大部分是关于文化创作者。可是文化不只是创作，文化其实来自于人民的生活，来自于土地。而每一种人群的生活，不管是农民还是原住民，他们的生活就是一朵朵美丽的花朵。但是，要让他们的生活开展出美丽文化之前，我们必须保障他们生活的尊严，必须保障他们生活的权利。你说对不对？然后我说一句话，我说，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强占农民的土地？怎么可以侵夺原住民的传统领域？我真的知道不多，这是我所知道最基本的原则，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原则，彼此的尊重。可是过去，就像马耀比后还有很多原住民朋友一直在说的，在今年这个建国100年，中华民国没有彻底好好反省怎么样汉人跟原住民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，让我们支持马耀比后，让我们支持马耀比后进入立法院，去改变、去冲击我们这些愚笨的、愚蠢的汉人的思维，改变这个传统刻板的2党蓝绿2党完全不重视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既有的政策。希望大家一起努力，谢谢。谢谢铁志老师，就是要，哎，声音有点弱了，就是要，是的。我们要让大家看到这一次的选举，我们年轻人回来了，我们年轻人站出来了。我们要欣赏一段精彩的 VCR。